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13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一段乌克兰政府防占条的影片伫网络流传，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批评讲，这是精神的行为。台东大学学生伫网络铺学校餐厅一项肉4项菜就得要200块，业者今仔出面回事的，嘛表示会检讨。新闻开始来关心疫情哦。疾管署统计，顶礼拜一天平均是增加86例本土病例，有17例死亡，甲前2礼拜差无偌济。指挥官王必胜表示讲，4月17后礼拜一开始，除了病院甲长照机构爱挂催暗，其他的所在哦，拢全面放零了。来听指挥中心第一波上届新的说明。所以从4月17号开始呢，我们的住宿式长照机构针对访客还有这个住民的一些管制措施都会开始松绑。那这个部分还有陪住者的一些筛检的规定呢，从4月17号开始，基本上就是取消哈。如果他是没有症状的话，就不需要来做筛检，也无论他这个疫苗是接种几剂的状况。我们的幼儿是打满基础剂之后呢，暂时没有这个追加剂来提供接种哦。基本上是同一个厂牌延续使用，不进行混打哦。所以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次世代的幼儿剂型的莫德纳疫苗来提供。满6个月到未满6岁，然后已经完成莫德纳基础剂接种的幼儿来作为这个追加剂的使用。我再说一次，就是医疗长照机构那它是规定要带的，那其他地方都是自主佩戴。疫情转好，后礼拜开始哦，防疫特别全面放零了。有意思是讲，未来确诊者嘛会当四界拍拍走，所以民众上好拢爱注疫苗来提升保护力。另外，中国出现咱全球头一例人去为着 H3N8 禽流感死亡的案例，疾管署嘛提醒民众去到中国，避免甲动物有接触。新冠本土疫情持续转好，为后礼拜一17开始，坐公车、坐运、火车、甲高铁等大众交通运输工具会当免挂催暗。敢若有医疗机构、甲救护车等，也是爱强制挂催暗。不过有医师烦恼讲，防疫解封了后，确诊者拍拍走会真做常态，对完全无注过疫苗的民众来讲，会提高感染的风险，尤其是65岁以上甲慢性病的族群。对于没有打疫苗的人，这个病毒绝对不是轻症，它还是有10%到20%的机会重症，2到4%的一个死亡率。全球新冠疫情转好，不过 H3N8 禽流感煞出现头一个人类死亡的案例。世界卫生组织 WHO 顶日指出，在中国广东一个50多岁负责人有禽鸟类的接触史，因为感染 H3N8 亚型禽流感来死亡。那这嘛是全球头一个 H3N8 禽流感人类感染死亡的个案。这个 H3N8 事实上也是广泛的存在这个鸟类那所以事实上透过动物这个有疫情的传播再传染给人是目前认为最主要的途径，只是说因为还没有出现人传人的这样的证据。疾管署强调讲，目前全球通报 H3N8 禽流感人类感染案例拢总有3例，拢伫中国，加在也无人传人的病例。咱国去年11月份已经提升中国旅游疫情警示，加做第2级。提醒民众去中国旅游的时阵，唔通接触禽鸟类、鸟类或者是相关的制品，嘛莫吃食，才会当降低感染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国本地宣布要伫4月16到18，伫台湾北平的空气设禁航区，会严重影响到空中的交通。咱的交通部是表示讲，经过抗议管制，所地做16早起9点半开始，计共27分钟哦。有前技师是分析指出讲，这届的禁航区是比2022年8月份中国军演影响咱国航班的起降范围更愈宽。交通部表示讲，预计会影响到33个航班哦。今仔暗时9点会来公布详细的资讯。中国12以服务电报通知咱国，这个月16到18，逐天9点到14点，伫台北飞航情报区内划设警示区管制飞航。经过咱国控制改造16早起9点半到9点57分，交通部表示，原本管制3天会影响160个航班，即马缩减为单日27分钟，有计影响33个航班。早3暗会发布飞航通告甲航巡报告，和海陆交通应用。也跟这个福冈的飞航情报区已经有沟通了哈。
就在27分钟的这时间，它会往南飞，就是脱离原来的航道往南飞，由台北情报区去接福冈的情报区。海域也一样海域是航船布告也是今天晚上9点会发布。交通部无情将这个时段管制区域可能会因为航太活动有落落来物件，会提醒海陆业者驶路，敢是取消航班时间较晚才会明朗。经技术分析，这一摆中国划设的管制区比2022年8月共军军演范围也较大。经过台北飞航情报区中的中心航点安部的班机，拢会受影响，至少有8条航路拢封起来。会当讲往北拢飞袂出去。上一次的它有设置一些这个禁航区它都稍微有留一些缝隙可能某些地方避开了航路，某些地方可以让我们航空器可以做一个转向可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次它的这个大概有8条在台湾北部非常重要的一个航路全部都已经挡到了前司机记例，那以台北飞东京为例。驶路了后，大约会增加30分钟的飞行时间。虽然延误时间无算久，不过就民航角度来看，封锁的范围真大，真无正常。也毋只是影响台湾边仔国家的航班，也拢会受到冲击。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中国的商务部昨暗公告讲，会针对台湾2455项的商品，包括农产品、矿产、化工产品、纺织品来进行贸易壁垒的调查。中国表示讲，因为台湾登记以来对中国的产品进口台湾有真侪限制，所以会来检视台湾的法规政策，敢有对中国产品的出口造成障碍。经济部长王美花是表示讲，经济部是还未收到中国的通知，嘛强调讲愿意针对贸易议题甲对话来进行讨论。中国商务部12向发新闻稿公告，就台湾2455项商品进行贸易壁垒调查，内容包括农产品、五矿化工产品，也有纺织品等等。这个调查会持续9个月，上班按算伫明年1月12结束。经济部表示，目前拢还未接到中国的通知。贸易壁垒的调查呢，要调查，然后要跟对方的政府等等来做磋商那我想经济部的立场就是经贸的往来应该要这个按照相关的规定来处理。那如果在不设前提之下，那这个中方要跟我们来磋商，我们也愿意来跟他做磋商。这个主要是他要不要来跟我们磋商的问题。针对中国提出壁垒调查，经济部贸易局做出3项回应，包括伫咧危害国家安全，甲对相关产业无重大不良的影响之下，已经允准进口9000多项中国的农工产品。加上台湾目前也无接到中国的通知，应该采取相平讨论等等的措施。上尾呼吁中国无应该把贸易议题变复杂、工具化，干扰全球的经济发展。不过，中国贸易壁垒调查结束的时间，就伫咧2024年总统大选的前一天。引起立委质疑讲，中国敢会以经济干扰政治？王美花回应讲，中国敢是有其他的目的，互民众家己判断。不过，中国启动贸易壁垒调查，恐惊会互农产品等等的相关业者头一个受到冲击。他可能会开始去调查一些，我们有他也有的东西，为什么我们不让他进来？也就由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觉得可以检视一下。过去我们一直被认为单方面让利这件事情的一个问题症结啦。专家认为讲，双方应该赶紧启动讨论，才会当及时做出应应，避免互影响扩大。记者综合报道。社会部部长陈凤透过视讯参加法国的国民议会听证会，分享台湾对抗境外网络攻击的经验。陈凤指出讲，台湾是国际上治安公防的地区，有真侪攻击拢想要破坏社会大众对民主制度的信任。台湾的遭遇毋是个案，嘛毋是甲欧洲的完全无关系。伊希望各界做伙来关心这个问题。Nancy Pelosi's visit. Nancy Pelosi, ex-présidente de la Chambre des représentants américains, quand elle s'est rendue à Taïwan au mois d'août de l'année dernière, un grand nombre d'attaques, un nombre sans précédent d'attaques des DOS ont été menées. 为2022年，迄当时担任美国政治局局长佩洛西访台时，台湾遭遇到境外网络攻击为例。作为部长陈凤利用线顶方式参与法国国民议会听证会，分享台湾经验，更加点出网络战争的重要性。Il va de soi que le monde
a constaté l'importance de plus en plus grande de la cyberguerre, comme cela a été mis en évidence par l'agression de la Russie contre l'Ukraine. Taïwan est un partenaire démocratique et à ce titre, elle est... 邓峰认为，集权政体利用科技来巩固权力，搁较重新定义网络规范。那台湾是民主阵营面对违反混大体制的前线，也是治安攻防疫区，搁较遭遇大量境外网络的攻击。 afin qu'ils affichent des messages malveillants. Malgré ces attaques contre notre démocratie, nous l'avons emporté. Alors il ne s'agit pas là d'un événement. 法国总统马克龙顶日公告台湾议题，引起国际议论了后，法国国民议会邀请邓峰参与听证会。邓峰呼吁各界，甲台湾共同追求所谓尊胜，向全球展现民主的坚贞精神。记者综合报道。 环保团体绿色和平伫前2天爬起立法院外面的路顶，望讲各界来关注，互立法院会当伫这个会期三读通过海洋保育法。今仔早起，因甲伫立法院的中兴楼打断长的举行记者会，民进党内政委员会调集委员曾水雄，也毋过曾水雄是表示讲海保法已经伫咧摆案审查咯，也毋过伊嘛批评讲绿色和平用这款方式来施压无介好。 爬起伫路顶抗议，呼吁立法院本会期就要紧要来三读通过海洋保育法。环保团体绿色和平伫即礼拜开始，就伫立法院外口呼吁立院就要三读通过海保法。伫13个早起，先是冲入去中兴楼一场记者会，邀议内委会调委民进党立委曾水雄已经来签承诺书，是安怎一直拢要未排海保法？我们这个会期只剩下好不好？我们会努力。 不要用这个方式，我一定会排审，好吗？这个媒体都全部在这个地方签了字哦，我们一定会努力的，放心会看到好结果的。曾水雄主持了记者会，绿色和平的成员佮和曾水雄起冲突，还佮想要对伊到立委的办公室去，互警卫甲抓落来。另外，中兴楼外口成员爬上路顶来抗议，嘛去互警察甲包围条着，要求讲伊就要落来，安尼才袂发生危险。 海洋保育法目前完全没有给出任何的明确时间表。4月30号以前没有办法排审的话，有可能在5月底之前完成审查吗？三读通过吗？这个是非常大的问号。我们要看到实际上的行动，实际上的作为。绿色和平的成员伫立法院外口举行临时记者会，强调立院伫即个会期无到2个月，假使讲伫4月底若是无排审，安尼敢有法度来完成三读？嘛强调讲会煞咧来监督立法院完成保护海洋的重要工作。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2档月前，代替德鲁古河事故造成49个人死亡，200多人受伤。日本伫2005年嘛，发生真严重的火车败马的事故。后来日本的铁道是一步一步改革。德鲁古河罹难者的家属最近要甲交通部的官员去日本观摩国际经验，嘛希望讲会当为代替的安全改革尽一份心力。 2021年，台铁太鲁阁号排练的事故造成真严重的死伤，已经让2年外，受难者的家属要是看袂到台铁有较明显的安全改革。我只能说他们的那个纸上文书作业蛮厉害的。现实论、结果论来看，其实就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很大的改变。亲像这款的列车事故，日本伫2005年嘛捌发生过。JR 西日本福知山线，伊的电车同款排练，造成100多个人死亡，500多人轻重伤。受难者家属认为讲，日本伫出代志了后，一步一步来做出铁路的改革，所以讲个决定要伫15和交通部台铁的官员小连续5天去当地来参访交流。JRC 在跟家属的关系是从一开始的对抗关系变成了合作关系，透过去跟日本那个福知山县的遗嘱去取经的方式来学习。那我也特别想要了解，同样作为罹难者家属，日本遗嘱是凭着什么样的心情去面对每一天，去跟政府和 JRC 日本公司交涉？进前台铁捌和 JR 西有过交流。不过，律师表示讲效果无偌好，会讲照这边去福知山线的经验，对原本和台铁是对立的关系，来正做伙伴合作，来促进铁路的改革。
不如个面对真侪邀疑，一直到早告进前，代替拢还未做出回应。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新轻便铁路一台列车，曾经过高山区美术馆路段，甲一台奥多摆相撞哦。骑奥多摆的84岁老大人，甲伊的太太无啥代志，就先离开。高雄捷运公司报案，这老大人嘛因为无驾照甲调逃，两下互开2张红单哦，嘛可能爱赔轻便货车的修理费。两人小在奥多摆倒弯时弄到轻铁列车，规列车停落来，骑奥多摆是大人甲太太嘛伫咧路人的协助刷去边仔，但是大人确定伊甲太太无受伤，就骑车离开。高捷公司报警才找到人。轻轨车身留下刮痕，现场无人员受伤，并由警方到场测绘采证完成。为该机车骑士自认没事，未等候警方处置即离开现场。应该会通知警察，我们就来处理这件事，而不是当下就离开现场。警方对这名84岁是大人开出无照驾驶、赛车肇事无依规定处理这2张罚单，高捷公司嘛要向伊求偿。除了列车轰浪，轻铁轨道区嘛定当地民众违规闯过去，也是停留伫原顶。以今年1月到3月，因为违反着大众捷运法，开罚了206件，联合病院站177件，内外艺术中心站甲美术馆之间的龙鸟崩坑23件，以联合病院站上悬是列区。说骑车就没有注意到他的灯号，就可能会误闯。以台湾人现在的一个怎么讲，交通习惯来讲，会任意穿越，其实这样是蛮危险，所以我建议还是要基本上一个围起来，或者是说一个交通指挥的人在那边。高捷警察表示，联合病院站违规的代志，大部分是行人随便来穿越的轨道区，正式围理了后已经改善，嘛提醒民众经过这个路段，也是要加注意。记者王柳条明交款个报道。台湾航空是行路人的地价，伫清明年假的时阵哦，有民众伫外滩翕到讲有一阵游客要过车路，也毋过路人的车是拢无让民众先行，伊去向警方检举，也毋过哦，警方却应用10当前的法规，认为讲这个驾驶并无违法，互民众是真不满。路边的游客扛大包小包的行李，徛伫斑马线顶头，毋过有几若台车拢无要停落来让人过，游客只好家己上准时机，闪过来去去的车，经行到对面。这个状况出现伫4月初清明连假，南投的外滩风景区，有民众看到这个画面向警方检举，毋过警方却认定这行人毋是明确要过路，要罚车资。当时民众是站立在以道路两侧来做一个等待，那后续当两侧行人穿越时，车辆就暂停了。那似乎与上面的违规态样有不太符合的。民众质疑新办的环境和10年前的规定来认定行人无明确要过路的意图，是对袂着现行的执法。若今年3月，台中有一个驾驶驶伫咧西屯区的道路，车顶是正月。一个警察徛伫路边，驾驶停2秒，看警察无要向前行，就继续驶，煞互后壁另外一个警察砸落来，依照无让行人开罚，驾驶感觉真冤枉。执法的标准安怎认定，引起袂少民众讨论。汽车应该礼让行人，不是吗？因为它比较大台啊，比较危险性啊。如果他车子正在行走啊，你又是在最旁边的人行道，车子也不晓得你要做什么，是在等人还是要过马路，他也不知道啊。看到行人，你就是要让的，可是我们还没养成这个习惯，就算行人让你，你都要让行人。学者认为，照路权来讲，若行人徛伫咧斑马线，不管敢有起步，拢应该爱让。不过现行处理，多数拢是以行人敢有意图要过路来判断，造成车主恶判定敢要让。学者表示，车主甲行人互相尊重的习惯，搁爱时间来培养。记者综合报道。个资外流的问题是真严重，行政院会今仔早起通过个人资料保护法修正草案，要使专职的独立机关来处理个资的监督。针对非公务机关泄露个资，草案嘛提悬罚金，上济是会当罚200万，真济重大上济会当罚1000万。这个草案会送立法院审议。华航、iRent 计商租车等企业定力传出个资外泄，调阅地位呼吁成立专职机关处理。行政院会13通过个人资料保护法修正草案，会函请立法院审议个资监督机制加向独立机关化。修法会成立个人资料保护委员会，修法通过进程，行政院会先成立筹备处。近期个资外泄事件已造成社会大众高度关注。各界也普遍反映，
现行个资法的罚则过低，应该修正个人资料保护法，提高相关罚则。即卖的个资法对非公务机关泄露个资，会成明因限期改善，若无改善，则会罚2万以上20万以下罚款。也毋过各界认为法则无够重，修正条文也提悬罚款2万至200万，将这动贷者会当处10万以上到1000万，搁限期改善按处连罚。业者的资安如果没做好，就容易让有心的不法人士来取得民众的个资，让他们的诈术更为精准。那这样子呢，能够诱使民众受骗。面对诈骗手法一直变化，政府已经公布打诈骗公领1.5。也毋过，民众党团周期内容沿用旧的公领换汤无换药，也指出政府一再全是带头打诈骗，诈骗案线哪来哪济。罗秉成表示，诈骗集团破获率成长，是因为政府去年下半年加重力度了后，逼出乌数。也讲要完全让诈骗规划降到上细，也有一段距离。记者综合报道。用银行人头口座诈骗的手法又搁有新的部署，一寡诈骗集团会要求民众直接办网络银行的口座，来互因当作是人头的口座。所以金管会嘛提醒银行，若是有用户用北京银行的口座伫网络开新的口座，用户捌伫3个月内底换过手机的号码，还是讲随开户就随要改密码，还是改小段的地址哦，拢爱特别注意。嘛希望因尽量帮民众来把关。只要伫网络顶填个人的资料，甲相关身份证明的文件传起来，民众毋免亲身去银行，就会当申请所谓欠钱的口座，是真方便。不过最近诈骗集团的手路升级，直接去办银行所谓口座，假做人头口座来诈骗。国是去年就成功办买200个人头口座，用借贷广告的方式来先钓去需要用钱的受害者。对方可能只有透过一个 LINE 的账号跟你联系，然后呢，可能就会借由说贷款说我们要拨款，那工作方面他可能就会说我们要帮你汇薪水进去，或请您代收货款，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理由，当然听起来是很合理。那民众可能也就没有特别去多加查证，就把自己的各种账号提供给对方。根据刑事警察局的统计，今年1月份至2月份发生假借贷诈欺的案件已经有113件，财务损失差不多796万。因为人头口座诈骗的手路升级，金管会发公文予银行提醒，包括开户的人以北京银行口座线顶开办新户，90天内捌变更手机的号码，或者是开户了后短期内变网络银行，甲金融卡密码，或者是改假卡片的住址。办理几组约定汇钱入去的效号等等。如果就数据上来看，数位账户跟相较于实体账户、显示账户的比例并没有比较高，因为随着这个数位化的发展，这一个部分可能有特别强调的必要了，所以我们有请银行公会汇整了几种比较异常的态样，来给各银行来共同参考。金管会表示，除了要求银行公会检讨所谓口座各样的情形，嘛要甲各样的情形通知各间银行以外，未来嘛建议做伙纳入所谓存款口座作业范本，来阻挡诈骗集团偷办人头所谓口座来诈骗甲洗钱。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顶礼拜通过文化部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未来卖黄牛票会当发票价的10倍到50倍，也毋过并无包括体育比赛哦。有立委就呼吁体育署嘛应该赶紧修法。2023世界棒球经典赛顶个月才办煞，台湾队市场主场的比赛门票是拢袂甲写叫。立委曾瑞雄就指出，第一阵咱对巴拿马来假票一张2600，互人发价3600；对古巴挂假票一张1000，嘛互人发价1500。从文化部提出来的文化创意产业法就没有办法来加以约束了。像是2019年恰恰彭仲敏的一个隐退赛或者 NBA 这个巨星魔兽来台湾加盟以后的桃园云豹赛事，都可以看到黄牛的一个炒作。虽然无像 BLACKPINK 一张票8800去用差价40万只喊，不过像这种较热门的体育比赛门票，不时嘛有听到黄牛咧发价，趁这种不法利益。立委曾瑞雄甲蔡义瑜的呼吁，体育署得赶紧修法。大概也会跟文创大概方向它差不多包括它票面的一个面额跟定价的售票者超过的话我们也会给他做一个罚款10到50倍的罚款
体育署表示，会参考文创法修正草案，伫运动产业发展条例增加条文，若是超过票面金额，也是定价来卖食，就要罚票面金额10倍至50倍。那另外佫牵涉造假，嘛会看状况来定定。网公会当并即会期送行政院，佫送立法院修法。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法国总统马克宏之前访问中国时，呼吁欧洲国家唔通因为台湾问题受到美中冲突的影响。马克宏的立场伫国内外拢受到真侪批评。马克宏昨伫荷兰的访问的时，就解释了，讲伊的立场甲欧洲国家同款哦，支持台海维持现状的政策，并无改变。法国总统马克宏加荷兰总理吕特伫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运河坐船游览。伫最近伊访问中国时阵讲过，欧洲无应该建立美中伫台海议题对抗，无应该真侪美国的附庸。伊十二解释，讲法国甲欧洲伫台湾问题立場同款。La position de la France et des Européens est la même sur Taïwan. Nous sommes pour le statu quo. Et elle est constante, cette politique, elle n'a pas changé. C'est la politique d'une seule Chine et la recherche d'un règlement pacifique de la question. 马克宏也讲，作为美国的盟友，并无表示无独立思考的权利。欧洲无应该真侪华府或者是北京的追随者，也无应该建立任何经济升级。Et donc oui, la France ne soutient pas les provocations, ne soutient pas la politique fiction et considère que le statu quo, le respect et la clarté est le meilleur allié de l'autonomie stratégique européenne. 马克宏讲，伊伫咧访问中国之前，捌甲美国总统拜登通过电话，伊若对美国前总统川普批评伊对习近平婆婆塔塔，马克宏是用无话通讲来回应，也考试川普伫咧做总统时阵，互紧张情势升悬。若是外交议题引起争议，马克宏伫咧荷兰海牙国际人权研究加政治中心演讲时阵，要民众抗议法国强行通过年金改革法案。I can answer this question if you give me some time. Nobody listens. You have millions of people in the streets. Conventions of climate has been put aside. What can you say when you talk about Europe? 对演讲会场的混乱，马克宏批评讲，民主社会会当包容无同的声音，但佫无代表会当无站在无限制。抗议的民众正紧就互安全人员带走。马克宏是23年来第一位访问荷兰的法国总统，但佫参加公开场合的时阵，抗议的民众是一直拢低调调，互伊这边的出国访问无啥损失。公司新闻张伟林、张建光、张淑芬编辑。再来看乌克兰政府向站头的影片，最近伫网络流传。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是批评讲，这根本就是精神的行为。联合国甲欧盟嘛承诺讲，会针对犯战争罪的人来追究责任。罗西亚方面是认为讲，这段影片真粗残，也毋过影片是真还是假，搁爱调查。Ulibliss, I ask you now to honor with a minute of silence the memory of the Ukrainian soldier whose death the world saw yesterday. 昨日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表谈话之前，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请求与会者默哀1分钟，悼念最近伫社群媒体流传疑似防斩首的乌克兰士兵，甲所有因为俄罗斯入侵来死亡的人民。泽伦斯基批评斩首是野兽的行为，联合国甲欧盟对这个影片感觉真惊吓，会追究一寡战争罪行。也毋过，俄国所表示，影片虽然互人无爽快，也毋过真实性有待查证。I would reiterate, or the EU reiterates, its firm commitment to holding to account all perpetrators and accomplices of war crimes committed in connection with Russia's war of aggression against Ukraine. Если имело, то где и со стороны кого? Но опять же, я хочу сказать, что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в мире фейков, в котором мы живем, нужно проверить достоверность этой съемки. 法兰西历史报道指出，通常俄罗斯会随指控影片造假，也毋过即摆所讲需要进行查检，其中互人有想的空间。另外一方面，为了面对俄乌战争大量兵力需求，俄国国会昨日批准一项法案，允准政府以电子文件进行征兵，也互叶兰真派个闪避兵役。那一旦收到征兵通知，20天来无去报道，会未当办理贷款、财产登记甲工作。Ограничения в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ых правах на недвижимость сделки, на получение
кредитов и прочее. Это как-то несообразно. 保证俄罗斯18到27岁查某人需要做兵，当年会进行2摆征兵。去年俄国学达军事动员令以来，真侪越南走往国外。俄国旧的制度采用纸本征兵，征兵人员会寄纸本兵单给越南。不过，真歹确认敢是有送到。这项新制以电子化发送到越南的官方口子，只要发送成功，都互看作是越南已经收到入股令，也互越南愈来愈歹闪避兵役。公司新闻陈伟仁编译。为了纪念北爱尔兰和平协议签署25周年，美国总统拜登这礼拜嘛去北爱尔兰访问，说来嘛登去伊的故乡爱尔兰哦。因为拜登的祖先是来自爱尔兰，所以这抓算是回乡，真受到民众的欢迎。美国总统拜登的坐车驶入去爱尔兰的小镇丹达克，附近4、5个街区的人是安尼吵。街头还有菜大字报写讲欢迎酒，这是因老母的故乡。伊伫个这个祖先大的劳斯郡一间这个小酒馆的头前咧发表演说。Welcome home, Mr. President. Well, it feels like home. I said last time I was here. In a sense, I know why my ancestors and many of your relatives left during the famine. I mean it. So it's good to be back. Hope is what beats in the heart of all people, and particularly in the heart of the Irish. Hope. Every action is about hope. We can make things better. 拜登伫个丹达克停留的时间，参观一间商店，并且有买有加这个柠檬两白酸甲巧克力泡芙的甜料在内。另外，还有买一个印有狗仔图案的马克杯啊。店头家麦卡蒂尔伊表示讲，拜登有讲真侪有关伊伫爱尔兰的背景。拜登是第8个造访爱尔兰的美国总统，也若前美国总统甘乃迪甲拜登同款，拢是有爱尔兰的血统。甘乃迪捌是美国上届少年的总统，是少年时阵拜登伊心目中的爱豆。过去嘛捌来做这款类似的找金的旅行，即摆伊正做美国上届老的总统。拜登希望讲会当借这抓的这个旅行来建立起感情的连结。拜登目前正咧计划要来竞选连任，过去2天捌先后来到北爱尔兰甲爱尔兰来做3天的访问。这嘛是伊担任总统了后头一遍转到旧所在。第一天伫4月11日参观这个北爱尔兰和平协议第25周年的纪念活动，刷落去，有去都柏林，爱尔兰总理瓦拉德卡伊来接机，刷落去伊到祖先大的东部劳斯郡古利半岛和卡林福德这个远亲来见面。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再来看咱国内的消息咯，桃园的鼓山工业区年产值有6000多亿，是咱全国产值上悬的工业区。也毋过因为当初的排水设计有问题，所以一落雨就定定会淹水哦。目前除了改善下水道，嘛引进智慧监控的系统，要来加强防灾。前甲北总今日雨水下水道上讲，汤市长张先生13早起视察汤园下水道清污工程甲智慧监控设备。传统下水道是靠水为记录，判断敢是有去积着。汤园是全国首创 CCTV 智慧监控，会当直接看敢有粪扫摕着。这智慧监控，刚才在底下也看了一下，都有到位。透过平板电脑可以看到，在下游大概400-500公尺的地方，这水位的高低看得非常清楚。汤园后站大桥那地区的鼓山工业区年产值达到6000多亿，是全国产值上悬的工业区。因过过去区内排水设施无连贯，大雨一来，定发生淹水灾害。汤园争取营建署6399万补助，除了新建桃园路638公尺雨水下水道，也进行上港清污工程，拍通水路的困境。109年的5月1号到109年的7月31号，这2个多月时间，总共清淤的573米，总共120吨的淤泥出来。水务局表示，大水期进前除了完成排水系统清疏，
也伫河川回流点、较引水点、河水下水道甲排水甲网顶重要排水节点有600怀。部设各类智慧监测器，会当真紧掌握落雨系统时的及时排水情况，也透过甲防灾社区协力模式，发挥上大的减灾效果。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南的山区山影目前的结子哦，也毋过可花真严重，互农民是真烦恼。台南市政府向中央争取预算，派水车要对新华的虎头鼻载水，一日会有11台5吨到15吨的水车，山区会设29个提水点哦，望讲这个救命水会当来保掉今年山影的收成。有动吐水的摩达，工人一透早就无用对新华虎头鼻来抽水，有的水车，佮家己早抽水的设备，嘛是无用伫载水。市府呢积极争取中央的一个补助，我们来租赁水车跟购置水桶，然后将我们这个水库的一个符合灌溉水质标准的这个水然后呢运载到山上让这些农民可以灌溉5月底进前是果树需要水的关键期，就是烦恼果树欠水，影响产量。早班水的水车是直接载去山区。果农竟烦恼栽培照顾规冬，就等在一厝的收成，结果期若是欠水，就惊生活全部拢白费。真关话山影是抑佫加减会大，要定梨抑佫做大个，水要再当压山影，你一桶这压头30丛但市政府近期是巡视山区农民欠水的问题，因此指派水利局伫山区设置29个储水点，互果农会当来储水来灌溉。预计每一天是提供300吨的灌溉用水，一个月载水量大约7000到1万吨。初期评估需要供水2个月，一直到梅雨季节来到。因为长期的没有下雨，那当然缺水的话影响结果率，那就会影响以后的产量。在疫情目前有10个取水站，那民众如果要取水，直接可以开车过来虽然载运水也提供麦仔、甲鱼仁树来取用，但是麦岭的麦仔伫清明节进前已经是主要的采收期，因为欠水的影响，果实是明显求水。现在就盼望刷落来的山影会当靠救命水保住收成。记者王正云台报道。宜兰县第2行政中心的新建工程进驻的单位包括罗东警察分局佮宜兰消防局的第2大队。原本今年1月特别完工启用了，也毋过目前工程的进度是慢真济，互地方人士是真不满。甲看外观规个拢答应价，这是宜兰罗东第2行政中心2020年开工了后，原本办批要伫今年1月来完工，毋过工程煞慢真济。民代批评讲，第2行政中心的外观到呾都还未成型，要等完工，要等甲放假好，政府根本就困去啊！结果到现在已经落后了3个多月、3、4个月了。那县府也没有做任何的表示，我不知道县府是不是睡着了。我想这样子会不会让我们宜兰县民感到失望呢？罗东第2行政中心的造价14亿3000万，要起7路，管是3站至6站，要入去内底是罗东分局、宜兰消防局第2大队。因为每一站楼的地板面积无同，时间较困难，工程捌伫过去4年流标高变，真无简单才发包出去，所以又拄到延前的问题。我们当然是希望说厂商能够再加紧脚步，然后让这个现场的工劲能够再做这个赶工的一个动作。第2行政中心完工了后，办会当互这个溪南的民众较方便，嘛会当来带动罗东境南地区都市的发展任务。针对工程一直延，县府解说讲，这是因为时间的时阵拄到疫情，佮加上欠工欠料，才会造成安尼。这是无法度抗力的，会刷咧来协助厂商加速工程的进度。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东大学有学生伫网络抛出学校自助餐的介绍，因为1项肉、4项菜，就得要200块，肉佮无熟实在是真离谱，嘛伫网络引起真侪讨论。业者今仔是出面回释的，嘛表示讲因会来检讨。台东大学学生伫网络顶抛出这张相片，讲自助餐的介绍伫11项项起价，一顿大概100块起跳，甚至要到200块。学生讲，这款的介绍对较散车的学生来讲是食袂起，而且有的鸡腿甚至还佫煮无熟。之前的话就是一般那种大的长方形餐盒，如果加满的话，它差不多就收20块、30块而已。现在应该看可能要100块了。也不太知道它是就是比如说我们盛的那个菜
那些怎么报价的？对，是多少价钱？业者讲，互学生有这款的感受，因公开回释的，因为顶个月才打入去校园经营，加上物价起，成本还阁伫咧涨，也若食的物件拢有注销，可能是学生无介意这款的口味，会取消这项菜路，所来会甲各种的料理介绍定出来，分做主食甲副食，互学生较好拣。台东大学表示，经过了解，事业者伫咧清明了后，有调整几啊届介绍，毋过煞无公告。11节调整都学生反映，会辅导业者做改善。目前来讲，店里一直在摸索新的这个计价的方式，跟同学之间讲求一个公平性。希望接下来，希望厂商在提供这些餐饮服务的时候，第一个价格资讯要透明哦，到底这个是怎么计价的，那要很明确的标示。11暗顿都学生讲，介绍已经变甲较俗啊，一顿是43块。业者讲食材拢伫会起，会尽量用较俗的食材。台东大学嘛表示，会持续辅导业者，因为真无简单，才有自助餐的业者愿意来学校经营，希望会当继续顺利经营落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有一个爸爸昨伫面册铺文讲，伊的囡仔得着肺癌，伫前2档有人捐骨髓救伊的囡仔一命，也毋过今年又搁发现癌细胞。伊望讲当初的捐赠者会当搁再斗3工，也毋过自治骨髓癌细胞中心因为各自法甲保护捐赠者是无法度提供相关的资料，所以只好伫网络铺文，望讲有奇迹出现，搁再救伊的囡仔一命。真欢喜，甲老爸做伙弹钢琴。老先生因后生是笑甲真欢喜，毋过伊5岁就得着小儿淋巴白血病，也就是人讲的肺癌。原本捌接受过人捐外围会，互伊有成功，毋过想袂到无甲2年的时间，肺癌搁一届举起来。老先生真着急，伫人面册抛出当初捐赠者送的卡片，希望这个文情人会当搁一届捐互伊。每一个人的抗原不一样，它的难度可以从2000分之一到数十万分之一。我们希望呢是能够找到捐赠者，能够呢捐赠 T 细胞过来做 CAR-T 的治疗。国内囡仔若是得着肺癌，一般拢是伫个5岁进前发病，大部分会出现起红斑、发烧、看下拉的现象。目前初步比对，全台湾敢若有3个捐赠者，甲这个阿弟仔有合。毋过考虑捐赠者健康等等的情形，目前敢若剩一个捐赠者会当斗3工。自治骨髓干细胞中心因为各自法甲保护双方，所以无法度提供相关的资料。捐赠者跟病人之间的这个各自呢，我们不能够互相的提供。目的就是为了要保护捐者的这个健康，还有他的所有的福祉，那也不让不让捐赠者呢受到这个利诱的这个关系。那这些做法是依据世界骨髓资料库的一些规范。主席强调讲，救人都袂输拍火，毋过嘛要保护捐赠者相关的权益。目前这个阿弟仔还阁伫咧病院内底隔离甲等待。老先生表示，若无捐赠者出现，会由亲戚来捐，毋过效果就无法度像捐赠者遐尔好。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安南区一间私人的公庙，伫初六庙林出现饭市场，掠抓的人搁去互抓夹着，铸14档的血清，才无性命的危险。医师就提醒讲，互都抓夹着，就爱甲抓外观翕落来，也是讲爱记好条，才会当赶紧找到对应的血清来救命。当一公笑外的饭市场互掠起来，关伫铁笼仔内底，但捕抓人员因为过程当中无细意，互抓加上倒手镜头啊，紧急送病院，连拍14支血清保命。事发伫初六，台南安南区一间私人公庙出现饭市场，抓到米伫壁边水管的旁，掠的难度真悬。庙起我迄个围墙啊，拄啊，伫个围墙有一旁，但是伊个遐拄啊拢迄个电管、水管足多，骹路无好。到底是安怎遐闹着？我是较无了解。因为附近真侪田地社区定定出现饭市场，雨伞坐甲臭青帽顶度抓。平常时若是接到通报，拢是由共款是捕抓人的里长王金秋亲身去掠。但初六马阿妈接到通报的时阵，伊拄啊好人无爽快，警方才委托另外一个电信捕抓人，想袂到捕抓人煞互夹着伤。被毒蛇咬到的时候，其实第一件事情的话，赶快如果有机会赶快去记得说这个蛇的样子那但现在手机很方便，我们可以去拍一下这个蛇的样子，可以赶快让医生可以容易辨识你是被哪种毒蛇给咬到。
每当4月到11月是蛇类活动的期间，淡暖的热天更是高峰期。医师提醒，拄着毒蛇，千万唔通动手拍，以免互蛇二次攻击。逢加着伤的时候，除了赶紧送病院，袂使加压空喙，嘛唔通去撕还是切开空喙，以免毒素搁较紧扩散去全身躯。记者台南高雄报道。最近是报税季节咯，有不少民众有收到一个通知，若汽机车燃料税减薪，点入去就要求讲爱填信用卡的资料，有民众就哄骗，结果互偷入31万块。警方是提醒讲，这款就是钓鱼的减薪。公路总局嘛强调讲，燃料税的税单绝对是袂用减薪来通知。手机啊，国内显示汽车燃料税9有9咧，有民众收到催缴通知，佮想讲今年敢是提早交税咧？点入要连接一看，佮互警告，若无付钱可能罚3000，赶紧写信用卡号码完成交易。那我在想说，我的汽车刚好我又收到要检验啊，要那个，所以我在想说，是不是就是真的是他发，就是政府机关发的？因为我要检验的，我要先去缴牌照税，还是怎么样？所以我才会去点选这种东西。一时无注意，注销者互诈骗集团骗去信用卡号码外漏了后，短短1分钟连收6个国外旅客通知，总共有31万。原来不法集团也是监理站滥发钓鱼减薪，3月底到即马，公路总局统计有超过3000人收到。燃料费是在7月份开征，不是现在。那催缴也不是现在哈。再来就是我们是会用书面通知。诈骗信息要来破解呢，警方提醒，赶紧发送号码，不管是+60、+61，也是+66出现加号，都要警觉。而且这是台湾国码所去网址连接也真重要。政府部门拢用 gov.tw 结束。我们目前其实都尽量不会采用这种方式去通知民众，那也要请民众特别小心，就是 GOV 的那个 O 字有可不可能被替换成0或其他类似长得很像的。燃料税诈骗为3月到即马，一两5反查专线接到资讯，或者是报案有50件，也出现人身民众受害。毋过税负诈骗5月10日，除了这案件以外，佮用电话通知退税骗民众提卡到提款机，数字账号，或者是用税负受贿为理由要求扫描 QR code 登录个人资料等，大家拢爱细致。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的太空总署 NASA 伫休斯顿搭着一个模拟火车环境的设施哦。今年热人 NASA 要找4个志愿者，伫这个所在生活一冬，为未来的火星任务来做准备。想要征服红色星球，美国国家航空太空总署将目标定伫2030年，将太空人送去的火车。伫这进前 ，NASA 先伫德州休斯顿的詹森太空中心展开一项模拟计划。NASA 用3D 打印技术建造模拟火车车底设施，火车线 Q-Alpha， 甲太空人工作生活环境。今年热天，4个互人选择的志愿者要伫这设施当中展开1年体验，互科学家了解长期伫封闭的环境当中生活，会对太空人身心造成什么款的影响。When you're thinking about going to something like Mars, you might want to go look at something 6 hours away, or you might, there's a huge discovery element there. And so we really can't have them just walking around in circles for 6 hours. And so this enables us to have them do the physical activities. 而且体验人员爱模拟伫火车执行任务的情形，周边也布置必要设备，亲像温室、燃料电池、气象站等等，互人员模拟日常操作。户外任务结束的时阵，要进仓也有真侪动作爱做，人员爱经过真侪关卡，将辛苦的沙尘该用掉，换清气的衫才能进入舱内。There are 4 bedrooms here. They're all the same. In this area, they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grow crops at certain intervals in the mission, and they would grow things like pick and eat salad crops, so leafy greens, tomatoes, that kind of thing. NASA 火星任务准备依然在初期阶段，目前时间更加接近的是阿提米斯计划，要在2025年和太空人重回月球。公司新闻张如平编译。来看联合国预估，印度的人口上紧伫今年的4月就会超过中国咯，正说是全球人口上侪国家。印度嘛想要推广节育，也毋过哦，因为社会重男轻女的观念，甲一寡宗教的因素，所以是真困难。大生线的地位面上无表情，倒伫囡仔边仔接受访问的时阵，完全无欢喜。
चौथी लड़की है मेरा उम्मीद करते थे लड़का होगा लेकिन हुआ नहीं चौथी लड़की हो गई地位大 A 比哈尔邦有印度上悬的生育率2.98，其中吉根森杰这个城市有达到4.8到4.9，也就是每一个妇女平均生差不多5个囡仔，比全国生育率2.1悬正济。原因之一就是甲当地重男轻女有关，这原来互推广节育的医护人员加伤脑筋。लोगों में भ्रांतियाँ इतनी ज़्यादा है कि जिस वजह से प्रॉब्लम होती है हमें सबको समझाने में। इस वजह से यहाँ का TFR भी बढ़ा हुआ है। हम लोग पूरी कोशिश कर रहे हैं।然后高估计，人口超过14亿的印度，特别超过中国，成为全球人口上济国家。啊，毋过伫散车的所在，人口增加伤紧，颠倒会造成地方政府资源不足的沉重负担。所以卫生当局锁定比哈尔邦，宣传2个囡仔拄好的新生活运动，要求使用保险套，也是片体药，领无规矩绑起来。啊，毋过当地人大部分毋捌字，重男轻女的观念正重，节育计划面临层层阻碍。45岁索伦是7个囡仔的老爸，伊认为这又是查某人的代志。ऑपरेशन किसके आपके लिए या मैम के लिए? इसके लिए। अच्छा और आपका? हमारा क्या हम ऑपरेशन कैसे करेंगे? नहीं करेंगे。除了庄卡较歹推广节育计划，占总人口1成3的穆斯林，目前生育率是2.3，是印度所有宗教族群中上悬的。因认为囡仔是真主赐予因的礼物，无应该节育。啊，毋过这种观念当慢慢改变。统计显示，过去20年来，甲其他信仰比起来，穆斯林生育率下降的幅度已经是上悬的。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0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1度。东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9度。华东地区上低17度，上悬25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